这些嘞，那不能叫这些嘞。那嘛？哦，阿弟。有。我上次的我是叫我上下一张。有，要求。我这边男爸爸。啊。到这里落沙场面上啊，让你的上岸过决定啊，抓药嘛，对吧？那要嘛的，这里吃不要回这走的哒。有。落沙吃不送去。沙巴上去。莫让给拉上去。这不要我写那多。有，他好大点的干，我气了不？那要嘛的。特别，他让你给从俺的啊去，从我的肯定是用抓药的上岸的。那要嘛的，现在嘛的，对的。这俺让最结果给配给大个的心不了吧？后来如果装真配呢，路丢大个的懂啊？一干了么？底下那是重庆的全域旅游是的，同全部那个懂啊？那大要嘛的，现在嘛的啊子，我那个现在没。那广州当过来的。跟这是配着用的爸爸，俺的妈妈。广州糖果哎，广州糖果的米酸那么简直比个。介绍。我让你推荐呢，你了怕什么要我去我了吧？是。你都这样的穷用嘛的。有。哎，俺让子陪陪着当街边呢，广州糖果店啊，看着不起用的给钱不知道。印度呀，他这里是。有的。这样才是。走。他不能这。有。听说呀，今天是咱们藏族同胞的藏历年，我去了好几家藏餐馆，都关门了，正巧这家开了，吉祥藏餐，有意思。老板，哎，有人吗？哎，有。哎，老板，这是嘞，扎西德里啊，是的，那么，有个说，我让你广州糖果别送啊，广州撇水，丢里路丢里下，这见到叔叔了，扎西德了，叔叔，我在讨论江南撇撇全部这边没到，去让撇撇也就修车，我也给轻松简单，爸爸，下脚真等于那撇撇全部赢了，看着我要大，我说爸爸啊。叔叔的白话呢，我也得这个，我呢，说的青岛看不懂啊。这上面写字啥挺多位？都这是。欢迎叔叔，请坐，叔叔，请。真够热情的，套路。说的，哎，请坐，好，请坐。叔叔，你吃什么嘛？你们那个。藏面有甜茶，有爸爸，有藏面有甜茶有。是你的头发挺有意思的啊，这个，哎，亮光光的。你的名字是什么嘛？我的名字呀，我姓旺啊，旺财，哎，对，旺财，对，旺，哎，不是那个啊，哎，不是那个啊，哪个嘛？都晓得，用过也。广州的名也不稀少哎。我看是的。旺财，旺啥子咩？我的旺财是意思。不是，旺是你吃了不呢？去什么嘛？你都懵了。这旺财是呢，往这隔离路就往那下面呢。点点上过其他的，那是漂亮往的前面，看见网站给我是对我呢，这过来的。叔叔，你的藏面来了。好嘞，谢谢。你给我这叔叔这头，谢谢。我来。是这样。我这边男爸爸他特地落啥子吧？叔叔广州当过去。我让你个接大嘴，请嘛讲的。年两个请客。叔叔吃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好吃多吃点啊！我们藏族的早上基本上是甜的上面好吃的很。吃啊！来，呀，爸爸，用过有大呀，接大点鱼，接大的真的。有，我的。哎，叔叔，来，这个，这我知道啊，哈达，对吧？吉祥，扎西德嘞，扎西德嘞啊！哎，是，扎西德嘞，凭什么说俺们我们上啊，是这样的，是。然后这个吃这个我没点，没点。哎呀，这个不用点，这个一定要吃，这是吉祥项目，必须要吃吗？必须要吃。来，怎么吃啊？是这样吃，这样1个、2个、3个。然后那个也是1个、2个、3个，然后这样，
好吃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啊，然后这个，对，这什么呀？这是糌粑，亲哥做的嘛。就是，怎么做的？哎呀，怎么做的？是这样做的。哦呀，是这样做的啊。青稞有嘛？青稞啊，青稞它有种子嘛？啊，种子是这样撒的啊，这样撒的这样撒的啊，这样撒了吧？撒，然后青稞就这样长出来了吧？长出来了啊，长得高高的吧？啊，然后再么叫了吧？再么啊，割麦，这样割麦吧？这个我知道，这样割麦嘛，对啊。然后就是有个档了嘛，有个就是打麦场，打麦，对，他铺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几个人是这样，掉右边嘛耶了，加呀呢，下子，这样打麦了嘛？不会拉肚子吗？不会的，青稞嘛要炒熟，这个 top 上这个炉子上面嘛，这样放了一个。呱嗒个，这样炒熟啊！完了以后送到水磨坊，水磨坊在山上嘛，对吧？山上水这样哗出来了吧？然后两个石头嘛，一个石头在上面，一个石头在下面，它在中间，它出生了嘛？推磨，哦，就是推磨嘛，炒面，对，炒青稞面，对，治糖尿病的。我没糖尿病。那个好吃吧？好吃。我得走了，给我算一下啊。那个叔叔，你不能走。为什么？吉祥的项目还没完。吉祥项目来喽！来了吧？啊，爹爸爸，吉祥项目，吃这个，这个我没点呀。哎呀，这个不用点，这个是吉祥项目嘛。那这什么？这是卓玛人参果。就是嘛，人参果是吧？虫草的妹妹嘛。我去，虫草，对，不是很贵吗？贵的不贵了，你不用管嘛。就是你不用管嘛。你看看，我说了，你说全国各个地方都有他的小招，这里也不例外。来，就是吧，这你看，虫草的妹妹，虫草在山上，这样长了吧？对，虫草的妹妹在草坪上，这样长了吧？就是嘛。然后老鼠喜欢吃嘛，这样的特别好，就是特别有营养价值。就是嘛。来吃，这么吃吗？这么吃。爸爸，忙着啥就啊？呀，吃吧，挺好吃的。好吃哦，这叫我们叫托马摘西，托马摘西。好了，谢谢，我得走了，哎呀，叔叔，不能打了，我不能，你不能走，为什么？吉祥的项目还没完呀！吉祥项目来喽！来了吧，又来了吧，你看，这个嘛，你们这不是逼我消费吗？这不对的。我没点呀，这是一个吉祥项目，嘛，这很吉祥嘛，这个好吃。这什么呀？这是卡塞嘛，卡塞，阿妈卡塞叫个靠塞，到阿爸不让给靠塞，对，好吃吧？油炸的是吧？就是嘛，油炸的靠塞嘛。谢谢，那赶紧给我算一下，我得走了，叔叔，你还是不能走，为什么？吉祥的项目还没完，这么让我就惨了。吉祥项目来了，我得走了。来，吉祥项目来喽！爹呀，爸爸，我干什么？那么多人的是吉祥的项目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青稞酒，我不能喝酒。哎呀，这个不喝的话，全面的吉祥项目就没有嘛。就是嘛。喝吧，那怎么喝嘛？这样，这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个这个啊，对，这个啊，对，一个，不是这样，两个，我也是三个，是吗？来，还有3口1杯，松枝冲大家，3口1杯，3口1杯，对，喝吧，一口，
2口，3口。哎呦，我喝不下了。一定要喝，一定要喝。喝一口，吉祥嘛。啊呀去，呀去八百呀。到这儿了，我们2个给你唱9歌。我们不唱歌的话，好多人说我们是驴喝水嘛。就是嘛，捧骨求东嘛。就是捧骨求东嘛。好吧，小爸爸，你慢慢听啊，我们俩给你唱歌啊。我们好好给你唱歌啊。要听是的。唱新的，预备起，唱的糖归了门，拿我提拔来，你别了看那了西巴，拿我提拔来，冰的了家边，拿我提拔来，切看给了西索，拿我提拔来，冰的家边。谢嘎干给了西索耶，唱的糖归门西，你别看那西巴，菲律宾在家里，谢嘎干给西索，他们洋人配备，中国这边没到，天然配备亚洲，苏州人在江苏，耶，太棒了！可不就是就冲这首歌，这酒我干了。好，你喝吧。你的，喝啊，慢慢喝。全部喝掉是吧？全部喝掉。谢谢啊。哎呀，这多久这个这下年了。东家的也不得了。哎呀。好。喝完了。托起。谢谢。哎呀，叔叔，现在全面的吉祥项目结束了。全部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好，把这些项目。全部给我算一下啊！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这个200，不可能！说的你就知道。要嘛。这个爹，2000，我知道的。你这能看见我？看，妈妈，看清楚了吧？都是谁你个西瓜的娘了？都是全部谁唱？人，是这样。叔叔，他。爹，2000，不，20，这么多项目才20啊！就是叔叔，你看嘛，你面条嘛7块钱嘛，这个12块钱嘛，光一个1块钱嘛，算了不嘛，免费嘛。呀，算了免费了，别我修个嘞。真是，实在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们了。我想多了，人家说，到拉萨旅游，不仅能看到美丽的阳光，而且呢，还能洗尽心灵的尘埃。可是他是的，值得，真值得呀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今天非常开心。非常开心，开心就好。谢谢你们啊！没谢。来，这个我跟你说，你们象征性收200好吗？不行，要不我过意不去了。我到底劝了吗？不行，你们收下吧。不行，收下吧。到了1分钱我们不要。哦，那对不起。20。好，20。我找一下啊，有没有20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有20。就是嘛，20嘛，就是嘛，谢谢。各种糖果。真是的，这各种的工作，把你乱凑。对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我能和你们拍张照吗？可以啊，我们2个留个纪念。可以啊。哎呀，把这给我能别子的。有。